一入到嚟就係客廳位置。由於業主佢想有大量嘅儲物空間，所以我哋喺門口旁邊做咗個獅子櫃，等佢可以放到好多日常用品。另外，梳化上方位置都放咗飾物櫃，等佢可以擺放啲飾物。電視櫃亦都同樣有飾品櫃。廚房裏面都有大量嘅收納空間，等佢可以放好多喺超級市場買完返嚟嘅物品。如果大家鍾意我哋呢條片，請大家 like、訂閱同留言。想知道片裏面更多資訊嘅，可以 PM 我哋。